好多年人都話香港娛樂圈玩得花，但係我哋今日要講嘅呢個圈子，不僅比娛樂圈玩得更花，而且玩得更大，玩得更廣，甚至更加無恥。有朋友就會問，鬧罵有邊個可以玩得花過啲明星㗎？咁當然就是將呢啲明星逐個捧紅嘅大老闆啦。今日我哋不講富豪圈，我哋將視覺睇下呢班人亂嚟之後留低嘅產物，亦即係所謂嘅豪門私生子。佢哋嘅命運天差地別，有人被隱瞞咗整整30年，連自己親生老豆係邊個都講唔清；有人被大房打壓到要到火鍋店做侍應托盤度日；有人靠住屋企老母嘅極致手腕成功逆襲，握緊咗數十億嘅資產通行證；亦都有人喺狂熱嘅爭產同冷酷嘅法庭對質入面，被親生老豆當眾否認血脈，一樣嘅血脈，唔同嘅際遇，展現出了一幅極之殘酷又現實嘅豪門浮世繪。大家好，歡迎來到月影往事。做視頻唔容易，歡迎大家訂閱我哋嘅頻道，點讚、留言同轉發，以免錯過更多精彩內容。我哋先由香港最出名嘅賭王家族講起。2020年，賭王以98歲高齡離世，全港媒體嚴陣以待，準備迎接呢場數千億遺產分配嘅世紀大戰。然而，就在家族公布嘅富民名單上面，大家忽然間發現咗一個從來無露過面嘅名字何猷幫。按照名字嘅輩份排序，呢個叫何猷幫嘅年輕人夾喺四太梁安琪嘅幾個子女中間。推算當時大概28歲，即係話佢係喺1992年到1993年之間出生。呢個消息一出，整個香港輿論圈一片譁然。四太梁安琪隨後極速發表聲明，承認何猷幫係佢同賭王嘅親生仔，只係因為身體健康問題，由細到大都冇向外界公開過。家族亦早就對他做好妥善安排，今後唔會再回應任何問題。表面睇呢係一個為了保護患病小朋友而選擇隱瞞嘅溫馨故事，但仔細想下，其實充滿離奇嘅疑點。熟悉四太梁安琪性格嘅人都知，佢向來以強勢高調著稱，喺家族產業裏面寸土必爭。一個咁有野心嘅女人，點可能甘心將一個親生仔藏匿整整30年？更離奇嘅係，賭王臨終前特別囑咐要照顧呢個小朋友嘅，竟然係大房嘅長女何超紅。眾所周知，大房同四太喺家族內部幾乎水火不相容。如果呢個真係四太嘅親生仔，賭王又點會託付給競爭對手嘅房頭去照顧？於是坊間將目光投向咗當年同賭王傳出緋聞嘅紅星身上。當年紅極一時嘅女星，喺事業最巔峰嘅1992年，突然選擇息影移民海外，時間節點驚人吻合。傳聞賭王為了平衡國防勢力同江湖恩怨，最終選擇將呢個小朋友託付給大房照料。如今嘅何猷幫因為嚴重嘅自閉傾向，長期留喺海外接受治療，情緒好難穩定，完全無法參與任何正常嘅家族社交。生於超級豪門，坐擁無盡資源，卻一輩子無法走到陽光之下。呢個究竟係幸運定係悲劇？恐怕連佢自己都講唔清楚。如果話何猷幫嘅隱秘係一出令人嘆息嘅悲劇，咁賭王妹妹十姑娘何婉琪一房嘅故事，就係一場徹底將人性撕碎嘅利益大戰。十姑娘何婉琪係賭王最得力嘅助手，後生嗰陣知識過人，喺澳門賭業嘅風雲變幻中立下汗馬功勞，但佢呢一生卻被一段禁忌嘅感情徹底套牢。喺早年嘅家族聚會上，18歲嘅何婉琪重逢咗堂弟何鴻章，兩個人有同一個阿爺，按照傳統倫理係堂姐弟關係，但佢哋卻陷得好深，墜入了愛河。雖然家族極力反對，兩個人依然喺私底下維持咗數十年的秘密往來。後來何婉琪嫁咗俾商人麥志偉，但喺呢段時間佢俾堂弟何鴻章生咗一仔一女，其中兒子取名麥信銘。呢個驚天嘅身世秘密，後來被何婉琪唔小心透露咗俾哥哥賭王。喺商業利益面前，呢個秘密變成了最致命嘅把柄。
喺隨後的幾十年裏，賭王以此要挾十姑娘，逼佢喺賭場拼死拼活打江山，甚至屢次壓縮佢嘅股份分紅。直到40年後，麥順銘因為自己揮霍無度，投資屢屢慘敗，欠下了巨額債務。何婉琪心疼兒子，想將自己在賭場嘅股份轉讓俾麥順銘，結果遭到了賭王極力阻止，甚至直接撤銷咗十姑娘喺集團嘅一切職務。被逼到絕路嘅母子倆反手將賭王告上法庭，追討數十億嘅分紅。就在訴訟最激烈的關頭，麥順銘召開記者會，當眾公布咗自己的親生老豆其實係何鴻章，並正式改名為何東信銘。呢一場震動全港嘅身世大白，非但無換來圓滿嘅結局，反而引發咗更多嘅分崩離析。何鴻章因為遺產問題同呢個親生仔反目成仇，甚至喺媒體面前公開質疑佢嘅身份。母子倆最終喺官司中全面敗訴，十姑娘帶着遺憾同悲憤離世，臨終前的遺願依然係希望哥哥還錢。而改正歸宗嘅何東信銘到頭來都冇辦法喺豪門嘅巨額財富中分到一杯羹。喺呢場橫跨半個世紀嘅紛爭裏，私生子嘅身份充其量只係長輩們互相撕扯、爭奪籌碼嘅工具。由始至終，無人真正在意過佢嘅感受。然而，豪門嘅法則從來都唔係單一嘅。同樣的私生子出身，都有人憑藉住清醒嘅頭腦同決絕嘅意志，徹底打翻咗命運嘅牌局。呢個人就係梁洛施。梁洛施本身就係一個私生女，出生先得6個月，老豆就離世，屋企老母隱瞞咗真相整整12年。從小飽受貧困同冷眼嘅佢，16歲就踏入演藝圈圈錢養家。19歲嗰年，佢認識咗富商李澤楷。喺隨後的幾年裏，梁洛施先後為李家生咗3個兒子，其中還包含一對雙胞胎。喺講究多勞多得、重視子嗣嘅豪門傳統裏，能一舉生下3個男丁，幾乎等於鎖定了頂級豪門闊太嘅位置。全港媒體都在等住佢風光大嫁嘅嗰一天。然而，就在最小嘅2個小朋友出生唔到半年嘅時候，23歲嘅梁洛施突然發表聲明，宣布同李澤楷正式分手。外界曾有無數猜疑，有人話佢拿到了天文數字嘅分手費，亦有人嘲笑佢終究入唔到豪門嘅大門。但10幾年後，梁洛施喺接受採訪時平靜地透露，嗰係佢自己做出的決定。因為等咗4年，佢始終無等來一份關於婚姻嘅承諾，而佢唔願意喺無休止嘅等待中耗盡餘生。分手後的梁洛施帶着3個小朋友前往加拿大生活，佢並沒有因為脫離豪門而放棄對小朋友嘅教育，反而極其嚴格地塑造小朋友嘅性格。佢限制小朋友沉迷手機，夜晚準時切斷網絡，請頂級的老師輔導中文同文化課。如今長子已經成長為高大沉穩嘅少年，眉眼間頗有長輩嘅風範。雖然3個小朋友無直接出現在家族信託嘅初期名單上，但作為家族核心血脈嘅延續，佢哋已經穩穩握住了未來的繼承權。由一個連豪門大門都入唔到嘅私生女，到獨自撫養3位繼承人嘅堅韌母親，梁洛施用自己的清醒同獨立，為私生子嘅故事寫下了另一種可能。但唔係每個人都可以好似梁洛施咁幸運或者清醒。喺香港豪門嘅另一角，船王趙世光同情婦所生嘅兒子趙式康，則經歷咗一場由雲端跌落凡間嘅現實毒打。趙世光生前掌管住龐大嘅航運帝國，資產以數百億計算。佢一生風流，流連於花叢。除了正室何莉莉之外，喺外面維持咗多段長達數十年，甚至生兒育女嘅婚外關係。其中舞蹈演員程理便為佢生下了兒子趙式康同女兒趙式珠。趙世光甚至曾公開帶着呢對私生子女出席活動，等同於變相承認咗佢哋嘅身份。面對丈夫一而再、再而三嘅背叛，正室何莉莉展現出了驚人嘅忍耐力同城府。
喺呢40多年的婚姻裏，佢唔嘈唔鬧，卻喺趙世光2次中風病重期間暗中佈局，將家族旗下核心資產嘅控制權悉數轉移到了自己長女名下。等到趙世光離世，情婦們拿着紙面文件準備打官司分遺產時，才震驚地發現所有的資產公司早已變成了空殼，連1分錢都拿唔到。70億遺產落幕，情婦一訪血本無歸。不久後，有媒體喺香港嘅一家火鍋店裏拍到了正在做服務員托盤子嘅趙式康。面對記者圍攻式的採訪，呢位曾經嘅豪門少爺顯得格外坦然。佢話喺火鍋店工作好正常，係為了討生活。同事們並唔知佢嘅真實身份，佢靠住自己的雙手同朋友合夥做點小生意。同時也向記者透露，正室大房其實從未斷過佢哋嘅基本生活養育費。佢嘅心裏只有感激。喺慾望膨脹、互相對立嘅豪門怨恨中，趙式康選擇卸下豪門光環，用一種低調嘅姿態重返平凡生活。呢或者亦係一種難得嘅解脫。類似呢種身份隱蔽，直到長輩離世才曝光嘅事件，喺香港嘅商業傳奇中層出不窮。比如被稱為鋪王嘅鄧成波。鄧成波由一名普通嘅電燈公司學徒起家，靠住數十年的眼光同拼搏，一舉成為了手握全港數百間商鋪、資產估值超過800億嘅地產傳奇。2021年，90多歲的鄧成波喺醫院病逝，喺隨後舉辦嘅告別式上，靈堂最顯著嘅位置赫然出現咗一個寫住兒子姚鴻嘅花圈。呢個叫鄧耀鴻嘅年輕人喺此前的幾十年裏，從未喺鄧氏家族嘅任何公開活動中出現過，亦從未被列入過家族嘅資產分配規劃中。呢度突然出現嘅血脈並沒有捲入隨後的遺產爭奪，因為等待呢個家族嘅並沒有美味嘅遺產蛋糕，而係一場鋪天蓋地嘅財務危機。鄧成波生前激進借貸收購酒店產業，隨後遭遇咗行業冰封同經濟寒冬，龐大的地產帝國喺一夜之間深陷債務泥潭，後人們不得不瘋狂賤賣資產還債。短短幾年間，虧損拋售咗數十個優質物業，昔日輝煌嘅商鋪帝國幾近崩潰。而嗰個只喺花圈上留下名字嘅私生子鄧耀鴻，由始至終無走到前台。或許由一開始佢就明白，嗰個輝煌又危險嘅家族從來都無屬於佢嘅位置，遠離風暴中心，反而係幫佢避開了呢場毀滅性的災難。富豪圈裏的故事千奇百怪，有的私生子選擇遠離紛爭，有的私生子則喺瘋狂揮霍中同親生老豆走上了法庭。英國華裔地產大亨李德義嘅獨子李建勤，可以說是豪門圈裏極具代表性嘅消費狂人。佢一年光係個人揮霍就可以花掉數個億，名下擁有多輛限量版頂級跑車、超級豪華遊艇以及私人飛機，生活方式奢華至極。關於佢嘅身世，外界一直流傳住各種版本，甚至有傳言話佢並非正室所生。真正將呢對父子推上風口浪尖嘅，係一場轟動亞洲嘅世紀離婚官司。李建勤同前妻離婚時，為了防止前妻分走龐大的家族財產，父子倆竟然聯合喺法庭上出示咗一份極度可疑嘅協議，聲稱老豆可以在任何時候以極低嘅價格買回李建勤名下的所有資產。更讓人瞠目結舌嘅係，喺法庭審訊嘅關頭，親生老豆李德義當庭講出咗一句震驚全場嘅說話。佢聲稱李建勤根本唔係自己的親生仔，父子關係唔成立，因此前妻無權要求分得呢啲資產。為了省下巨額嘅贍養費，富豪老豆竟然當庭否認親生仔嘅血緣關係。呢一幕將豪門喺金錢面前嘅冷酷同算計展現得淋漓盡致。法官最終識破咗佢哋嘅伎倆，駁回咗呢份充滿疑點嘅協議，判決賠償前妻巨額款項。而嗰個被老豆喺公眾面前否認咗血脈嘅兒子，喺此後的日子裏亦徹底淡出了大眾嘅視野。喺
喺絕對嘅金錢利益面前，親情脆弱得就好似一張一撕即破嘅紙。除了商業大鱷，演藝圈同名媛圈裏同樣唔缺關於身世嘅謎團。曾經奪得港姐冠軍同國際中華小姐冠軍嘅陳凱琳，一出道便憑住立體的五官同獨特嘅氣質吸引咗無數關注。然而，由於佢嘅外貌特徵同父母存在較大差異，關於佢係海外富豪私生女嘅傳聞喺網絡上鋪天蓋地。面對外界嘅追問同質疑，陳凱琳從來無正面反駁，亦從未高調澄清，只係平靜回應。隨後佢選擇嫁咗俾大自己好多的演員鄭嘉穎，婚後轉型為極具商業價值嘅知名博主，用自己的能力活出了獨立嘅姿態。嗰個關於身世嘅謎團，隨着歲月的流逝，最終成為了佢豪門背景下嘅一抹神秘如雲。而喺香港紡織業巨頭羅定邦嘅家族裏，私生子嘅存在則化作了一封永遠無法投遞嘅信。羅定邦白手起家，創辦咗知名服飾品牌寶絲龍，將羅氏家族推向咗輝煌。但喺婚姻之外，佢曾同私人秘書相戀並生下一子。後來因為正室嘅怒火同家庭嘅壓力，呢段感情被迫中斷。不僅如此，羅定邦後來還同另一位女子生下過一個私生子，但為了避免家庭徹底破裂，呢個小朋友從小就被老母帶往海外，徹底音訊全無。晚年的羅定邦對呢兩個未能盡到父親責任嘅小朋友充滿了愧疚。喺臨終前，佢鄭重地簽署咗一份合法遺囑，將自己10多億嘅遺產分成了3份，一份留俾合法嘅婚生子女，一份用於家族慈善，而最後嗰份寶貴嘅遺產則專門留俾嗰個失聯多年，甚至連面都冇見過嘅私生子。呢本該係一份充滿慈悼父愛嘅遺囑，但羅定邦離世後，呢筆遺產卻成為了家族內鬥嘅導火索。合法嘅子女們為了爭奪呢份留俾未知私生子嘅財產，打得不可開交，甚至鬧上了最高法院。昔日嘅親情徹底撕裂，而嗰個遠喺海外，可能根本唔知自己擁有億萬遺產繼承權嘅私生子，至今依然下落不明。呢份留俾虛無嘅遺產就好似一個諷刺嘅隱喻，影射住豪門恩怨裏的荒誕同冰冷。最後我哋要講嘅係新世界發展集團鄭家純家族嘅故事。呢個故事裏的私生子則演繹咗一段由幕後走向台前嘅反轉劇。作為香港頂級豪門之一，鄭氏家族掌控住周大福同新世界發展等龐大的商業帝國，資產規模極其雄厚。喺家族掌門人堂叔鄭裕彤嘅告別式上，一份公布嘅家屬名單引起咗轟動。喺眾多孫輩嘅名字中間，突然多出了2個從未聽聞嘅名字：鄭澤雲同鄭澤賢。呢2個小朋友正是鄭家純同知名大律師黃穎瑜所生嘅私生子。黃穎瑜本身出身於法律世家，才華橫溢，曾經係劉鑾雄嘅女友，後來因緣際會認識咗鄭家純，並為其生下了2名男丁。同一般躲躲閃閃嘅情婦唔同，黃穎瑜自身擁有極強嘅專業能力同商業手腕。佢喺頂級會所中擔任要職，手握核心業務，甚至喺法庭上打贏過涉及數十億嘅商業官司。呢2個小朋友從小喺英國接受極其嚴苛嘅頂級精英教育。隨着堂叔逝世，佢哋嘅名字被正式寫入家族訃告，完成了向正統血脈嘅回歸。面對呢個突如其來嘅競爭者，正室一房表現出了極其冷靜嘅態度，只要唔威脅到核心繼承權，便默許咗呢種存在。靠住老母強大的手腕同自身的優秀，呢2個私生子避開了大多數同輩嘅悲慘宿命，順理成章地踏入了頂級社交圈嘅門檻。縱觀呢9個發生在香港豪門深處嘅真實故事，你會發現私生子呢3個字，或者係呢個世界上最唔公平嘅出生標籤。有人因為呢個身份，一出生就被關進了隱秘嘅牢籠，30年無得見光；
有人因為呢個身份成為了長輩們爭奪資產、互相脅迫嘅籌碼；有人被趕出家門，只能靠喺火鍋店打工為生；亦有人憑借老母嘅果敢同智慧，拿到了逆風翻盤嘅劇本。喺呢啲光鮮亮麗嘅豪門高牆之內，命運嘅分配從來都唔取決於一個小朋友嘅善良同努力，而是取決於利益嘅博弈、老母嘅手腕以及家族權力的平衡。冷酷嘅金錢往往掩蓋咗血濃於水嘅親情，讓生命本該擁有的溫情變成了刺向彼此嘅利刃。當熱鬧嘅喧囂散去，繁華落幕之後，嗰啲身處漩渦中心嘅年輕人，或者終其一生都在試圖回答嗰個最簡單卻又最沉重嘅問題：喺呢個龐大又冷漠嘅家族裏，自己究竟係邊個？豪門私生子嘅悲歡離合，講到底不過係人性和慾望喺極具放大效應嘅金錢面前嘅真實投射。當金錢堆疊到一定程度時，佢既能給人帶來無上嘅榮光同特權，亦能將最基礎嘅倫理同親情撕扯得稀碎。我哋喺睇呢啲故事嘅時候，睇嘅唔單止係豪門深宅裏的獵奇談資，更係喺睇世俗社會裏關於名利、道德同命運交織嘅深刻思考。其實，關於豪門私生子嘅故事，背後折射出嘅係整個社會結構同財富繼承機制嘅深層衝突。喺過去的舊時代裏，豪門納妾、多房共存嘅情況，喺某些地方甚至有着傳統習俗嘅影子。然而，隨着現代法律體系嘅完善同對一夫一妻制理念嘅深入，非婚生子女嘅地位變得極之尷尬。法律賦予咗所有子女平等的繼承權利，但現實中的家族倫理、正室利益以及龐大產業嘅實際控制權，卻往往將呢啲法律條文碾得粉碎。呢就導致咗私生子群體喺豪門中呈現出兩種極其極端的生存狀態。第一種係徹底被邊緣化甚至工具化，佢哋喺長輩眼裏可能只係一筆撫養費嘅支出，或者係一張喺關鍵時刻用來要挾對手嘅籌碼。佢哋嘅喜怒哀樂、尊嚴同夢想喺動輒數十億、上百億嘅利益面前顯得微不足道。我哋睇到的趙式康、麥信銘，乃至終生無法公開露面嘅何友邦，某種意義上都係呢種體制同權謀下的犧牲品。第二種則是靠住精密的規劃同超強嘅個人意志實現反超。呢種反超往往離唔開老母角色的強勢介入。無論是梁洛施喺清醒後毅然帶子離開，獨立掌管小朋友嘅教育同未來，定係黃永瑜憑藉自身頂尖嘅法律同商業能力，為兩個兒子爭得正統地位，都表明咗喺豪門嘅博弈中，單純依賴血緣同男主人嘅憐憫係極之危險嘅。只有將主動權掌握喺自己手裏，把後代培養成有獨立生存能力同高情商嘅精英，才可以喺風浪襲來時屹立不倒。由呢啲故事中，我哋唔難看出，財富本身係中性嘅，佢係一把雙刃劍，佢能給後代提供頂級嘅教育資源、廣闊嘅視野，以及普通人難以企及嘅人生起點。但與此同時，巨額嘅財富亦係催化人性貪婪同冷酷嘅劇毒溫床。當一個家庭嘅紐帶不再係情感同關切，而是淪為股權分配、信託基金份額以及資產轉移嘅算計，身處於其中的每一個人，無論身份係尊貴嘅嫡長子，定係尷尬嘅私生子，都好難體會到真正純粹嘅親情溫暖。對於我哋普通人來說，看清楚呢啲豪門高牆內的冷暖同算計，或者反而能對自己的生活多一份珍惜同釋懷。平淡嘅生活裏，雖然無動輒數億嘅財富傳奇，但亦無嗰啲爾虞我詐嘅利益撕扯同親情背叛。能夠喺一個充滿愛同尊重嘅環境中健康成長，靠住自己的雙手去創造屬於自己的生活，呢種踏實同自由，往往才是豪門深宅裏嗰啲睇似風光嘅繼承人們終其一生都好難企及嘅奢望。
隨着時代的進步同社會觀念嘅更新，未來的豪門家族喺面對血脈同繼承問題時，或者會變得更加理性同規範。信託基金制度嘅普及，家族辦公室嘅標準化運作，都在逐步削弱呢種因身世引發嘅家族內耗。然而，只要人性嘅貪婪同對權力嘅渴望依然存在，豪門深處嘅故事就永遠唔會落幕。嗰啲關於選擇、關於尊嚴、關於自我救贖嘅人生劇本，依然會在唔同嘅時代裏，以唔同嘅形式反覆上演。時間有限，我哋今日就聊到呢度。喜歡本期視頻嘅朋友，請唔好忘記點讚、關注，您嘅每一次支持都係粵景往事繼續前行嘅最大動力。我哋下期再見。